公主讲唔敢收人假媒贴，你可能唔捌伊，也毋过你一定听过伊的声。过去伊捌替真济红仔图，也有网架配音出名的配音员张德辉，癌症过身，退休49岁。一寡配音员拢伫人面册铺文来悼念伊。张德辉伫咱台湾的配音界配音超过20档，出名的作品有《蜡笔小新》、《樱桃小丸子》的花轮，也有《火影忍者》的主角。另外，佫有名侦探瓜男这角色，因为伊的声音千变万化，有真济买奖。 进前，伊嘛捌铺伊剃光头的造型，都互人怀疑讲可能当咧做化疗。合作的朋友嘛讲，伊要去旅行，可能因为我都安尼过来配音，无想到就安尼离开这个世间。玩具不玩了就要收起来嘛！没办法，玩具耍赖说很想继续跟我玩嘛。漫画《蜡笔小新》主角野原新之助，甲伊的妈妈经典的对话，互袂少人想起做囡仔的时阵。男人也有不让霹雳的时候。我叫演员新之助，今年5岁，还没结婚。蜡笔小新的幕后配音员就是伊张德辉，投入台湾配音界超过20年，想袂到16号早起，却传出破病过身的消息。真济配音界的人甲工作室知影了后，拢伫咧面册顶铺文来表示毋甘。若张德辉个人的面册最后一遍换新的相片已经是6月，当时伊将头毛剃甲清清气气，敢若就是因为接受化疗。原本答应要合作的工课，2个月前嘛捌伫咧面册顶来表示张德辉要去长途的旅行，所以无法度过来支援抓落来的配音工课。如今张德辉过身的消息一出，真济网友拢惊一个。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新之助的配音员蒋笃慧。张德辉捌互真济经典的动画角色灵魂，除了蜡笔小新，伊配音过上经典的动画，也佫有遮的。卡卡西老师，原来他们会搭这架飞机回来啊！这样的话，向日葵也在这架飞机上咯。自细汉看到大汉的漫画，声是遮尔熟悉，如今配音的人来过身，互观众拢真感慨。未来这一出一出中文配音的经典动画，恐惊是真歹互超过甲取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